逆风霜劲，乾坤气象和。一天新岁月，春满好山河。线上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辞别牛年、迎接虎年之际，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相聚在线上的欢乐春节主题文艺盛典。那在这里呢，我们二位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中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春妮、小强。Hello everyone, we are hosts from Beij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China. This is Chunyi and I'm Mr. Q, 小强. Happy New Year! 线上欢乐春节主题文艺盛典是由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馆、北京市人民政府、塔林市政府共同主办，并且由北京市文化旅游局和塔林市文化和体育局共同承办。欢乐春节文艺主题活动已经在爱沙尼亚举办了14年。虽然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我们没有办法和爱沙尼亚民众相聚在一起，但是万水千山隔不断深厚的情谊，我们依然和您心相连，情相牵。是的，那在虎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在这里和爱沙尼亚的朋友们，也和海外的华人华侨在云端相聚。我们在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虎年大吉。没错，在这个生机勃勃、龙腾虎跃的寅虎之年，我们祝您的事业如虎添翼，龙翔虎步，虎虎生风。是的，我们给大家拜年了，大家过年好！过年好！ We are waiting for the coming of Year of Tiger. We send you the best wishes with all the wealth and health, especially to the people of Ashania, and also hope you have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2022年的春节是牛年和虎年相交的日子，牛虎相遇，牛欢虎跃。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节目就叫牛欢虎跃，表现的是牛与虎相望、相遇、相戏的场面。那么本曲是一个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中国鼓的经典曲目，它也是以牛虎的相遇、相戏、相斗为场景和段落，展现了牛的倔强刚悍，虎之威武勇猛。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特别改编版的6人敲击版，请欣赏牛欢虎跃。
春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它是一个纽带，它把家人和朋友联系在一起，也把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春节是春夏秋冬四季更序的开始，此时此刻，人们总是对未来寄托着良好的愿望，对生活寄托着无限的向往，对家人寄托着美好的祝福。在中国，在北京，到了过年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要说吉祥话，这也是一种年俗，我们要会说，要说得好。哎，没错，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怎么说，这里面讲究还挺多的。那当然，所以今天啊，咱们也找到一位内行，也是咱们土生土长的老北京著名的民俗专家、美食家，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姜波老师。有请姜波老师。过年好，过年好，姜波老师过年好过年好。哎呦，今儿真喜庆哎，真是。尤其啊，这个吉祥话，刚才您二位老师提到了，是我们这个非遗的一个语言类的啊。不但北京人啊说这个吉祥话，乃至我们全国的人民在过年喜庆节日当中都说这个吉祥话。老北京一般的大过年的见您了，就是大吉大利、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鸿运当头，吉星高照、五福临门。尤其这吉星高照，这个吉星就是照耀着我们将来幸福生活的主要一颗星星。这吉祥话呢，不仅得会说，还得会写，写下来的就春联了，都是吉祥话。真的是。您说的特别对，今天我还特意带来这一副这个春联儿。这我们帮您拿吧。哎，来，我是这边。好嘞。这个上联是这个新春大吉，鸿运开。好。下联是好年顺景，如意来。我就是那横批，您来一横批，抬头见喜，叫吉星高照。我这手里还拿着一样小道具，您猜猜这是什么？这个我认识了。红包拿来。对，红包，您太客气了。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哎呦，这是不合适吧？这个发财，给一个不合适吧？这红包不白拿，得考考您二位了。哎，得什么的年龄段得这个红包？红包又叫什么样的别名？小孩得红包。得，你把我知道的这个答案给抢走了。一看您这个从小就没少得红包，是未满18岁的我们小朋友都可以拿到这个非常非常有吉祥寓意的彩头、鸿运当头的红包，叫压岁钱啊。对，这个岁是什么岁呀？是邪岁的岁。希望我们小朋友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不被我们的病，不被我们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困扰，影响他的健康成长，所以长辈会给小朋友我们的红包叫压岁钱，这是邪岁的岁啊。但是结了婚之后了，您工作了，挣了工资了，你也应该在春节的时候孝敬父母，给父母红包。这叫压岁钱。这个岁呢是岁数的岁。为什么呢？希望老年人呢，我们这个生活幸福美满，岁数不要再往上增长了，把他们这个过得慢一点儿。对，把他们这个幸福生活和工作生活的经历传授给我们，这就叫传承。宋代的时候，你知道怎么给压岁钱吗？怎么给啊？宋代啊，按岁数给。长1岁就多一个铜板。就多一个铜钱儿。如果你8岁就给你8个，9岁就给9个，10岁给10个，是按岁数给。然后一个铜钱儿，如果我们折合成我们现在的购买力的话，对，其实就相当于5毛钱，也就是你要是10岁的话，就是得5块钱。现在的小孩应该不太喜欢跟你玩。但其实咱们现在压岁钱都给多了。对，但其实过年这个压岁钱呢，更多的像姜波老师说的，应该更多的是咱们注重给的这个寓意，给的祝福，而不在意这数量。对，这个金额多少不是最重要的哈。小强，红包你也拿了，吉祥话快点跟上。好嘞，好嘞，大过年的，我们在这边，我祝您在新的一年当中啊。喜乐安康，幸福绵长啊！那我也祝大家鱼跃龙门，步步高升。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承担着4个中心的角色，像全国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连续多年举办了各种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像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策划的欢乐春节活动，就促进着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促进着中外的文化交流，也促进着文明的互鉴。世界各国人民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也创造了不同的文明。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各国不同的文化不仅是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比方说，我们国家脍炙人口的茉莉花，历经200余年的时间，广受大家喜爱。不仅在中国，在海外都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广为传颂，也是我们中国最具代表特色的元素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演奏的民乐版的《茉莉花》，请大家欣赏。文化如水，浸润无声。中国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拥抱着世界文明。作为中国的全国文化中心，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多彩，可以说令人品之不尽。是。在北京过年啊，有很多的年俗，像刚才我们就说了，说吉祥话儿。那其实还有一个北京人特别讲究，就是送礼。这过年的时候去看人绝不能空手。没错没错。那怎么送？送什么？就得问问江波老师了。来，这个礼物呢必须要准备。那么这个礼物不一定非得非常贵重，关键在于用心不用心。所以北京人常用的这些礼物表示心意，叫点心。叫糕点，所以我们北京呢有非常著名的我们的京八件的糕点，往往呢都是装在呢我们的点心匣子当中，在宫廷呢叫做行匣，里边的点心呢代表着我们心心点点的心意。所以呢，往往呢都用点心来表示，但是点心里边有很多种，其中这个京八件装在我们点心匣子里边的最多。老听老北京人说啊，说看人就得买京八件儿，有里有面儿啊。是的，是的。怎么叫京八件？其实呢，印在了8种吉祥的我们的字上。这哪8种吉祥的字呢？叫福禄寿喜。吉庆有余，希望我们的生活福禄寿喜，吉庆有余。印在我们这上边了。而且这个，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看吧，都有哪些？就8个点心，它就映衬了8个不同的字，是这个意思。对，你看这是喜，看到没有？喜，这叫抬头见喜。然后这是寿，寿比南山。
嘿，然后这是鹿，哎呦呵，福禄双全啊！嘿，然后这个还有一个福，你看写在这儿，嘿，嘿，福在眼前。关键还有我们有很多的造型的点心，每种造型都有寓意。您比如说这个，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啊？这个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那给您，但我不知道给您，我真不知道它叫什么。这叫枣花酥。枣花早酥早的花开富贵，哎，这叫枣花酥，看太好看了。这些年吃对了，这算是。对，因为它酸甜口你看枣泥儿的，对，枣特别泥儿的好吃。对，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不同的，您比如说有桃的叫桃馅千年寿，还有16型的叫柳开百子多，每一种造型都有非常非常好的寓意。您看看，您尝尝什么？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佛手，其实它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佛手花。啊，佛手花特您尝一尝别香。哦，佛手花，佛手花，哎，这个哎代表的是吉祥如意，因为我们上面有一个如意的形状。哦，中间有一个如意，而且呢是圆形的，叫圆圆满满。哦，所以太讲究了。京八件其实因为点心嘛，它都是做的很精致，然后小小的、圆圆的，为什么都是这种圆圆扁扁的呢？哎，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寓意，圆代表团圆，甜代表甜美。哦，甜甜美美，团团圆圆。对，寓意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咱们这个在北京，包括老北京的时候，过年有哪些就是餐餐都离不了的这些美食？您给我们推荐推太荐。多了，我跟您说。那首先第一点吧，咱们从这个我们生活水平高的时候，我们要吃什么呢？一定要吃海参。为什么呢？因为爱情似海参，对吧？哎，我们得吃肘子。为什么要说吃肘子呢？因为福寿绵长肘。哎，得吃鸡，为什么呢？大年初一是鸡日，取大吉大利之意。得吃鸭子呀，为什么呢？因为春江水暖鸭先知，鸭子知道春天来的是最早的。除此以外，我们吃点素的，吃韭菜长久发财，吃白菜不如百菜不如白菜，所以有发财之意。吃豆芽是如意，包括我们简简单单吃个馒头，上边都得搁上枣，这叫早发之意。哎呀，你看看，在北京吃的不仅是美食，吃的更是文化。没错所以到北京来过年啊，您不仅吃的好玩的好，更重要的是来一个文化大餐。其实啊，经过世界旅游组织的考察，那中国呢有4个城市成为了首批推荐给世界各地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城市，这其中就有咱们北京。
在爱沙尼亚的欢乐春节的线下活动当中，爱沙尼亚的雕塑家正在完成生肖虎的雕塑作品，这也是每年爱沙尼亚欢乐春节活动的一个传统项目。爱沙尼亚欢乐春节的另一个项目就是北京冰雕师的生肖冰雕作品。在迎接冰雪盛会的虎年之际，在北京中心区的北海公园增添了一个新景观——冰雕虎，虎啸雄风，为虎年助兴。同时呢，也是预祝参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运动员们可以扬起虎威，奋勇拼搏，创造佳绩。大家好，我是90后冰雕师杨豪，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年要为欢乐春节的观众朋友们做一只冰雕上山虎，寓意为步步登高。这里是北海公园，我们这次冰雕的取景区选择在了北海公园。北海公园是中国现存建园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典皇家园林，这里承载着中国近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以白塔为背景，一只上山虎将在这里展现飒爽英姿。我从18岁开始学习冰雕制作，如今已有10个年头了。每一次的雕刻，我都希望呈现出完美的效果。去年我给大家刻了一只冰雕的大牛，寓意牛气冲天。今年是虎年，为了凸显这只上山虎的威武，我特意选择了大好的冰块进行雕刻。因为大好的冰块纹路少、杂质少、接缝也少，雕刻出来的作品晶莹剔透，立体感更强。我们的冰雕上山虎已经制作完成，祝大家2022年虎虎生威，步步高！北京是世界上拥有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所以到北京来，当然要感受一下文化遗产的魅力。你看我旁边这个，看到没有？吹糖人儿，糖人儿，对，哎呀，我就看到一个孙悟空，是不是？你看看我这也有。你看，在咱们中国民间啊，就是有咱们的这些民间的手工艺者，现在叫非遗传承人啊，他们是把这个麦芽糖熬制成这个糖浆，然后用他们的神乎其技，真的是1秒钟就可以72变，变出这么多。你看不同的生肖啊、动物，咱们今天也把他们请到现场来一起联欢一下，好不好？好的，好的，我们来欢迎这个吹糖人的非遗传承人刘彬彬师傅，欢迎您！来，有请！欢迎刘师傅。哎，刘师傅您好。哟，这还带着礼物来，这是对大老虎，对，今年是虎对年哈，老虎。虎年要到了，您特意吹的。对对对。哎呀，今年这个肯定特别畅销，今天这个。哎呦，您看看我们这12生肖都快站齐了吧？是的。你看有马，有老鼠，有鸡、猴子、蛇。我觉得这样也别光咱们在这儿聊得开心。那此刻呢，爱沙尼亚的观众还有海外的华人华侨也正在通过线上的方式跟我们一起过年。所以咱们能不能通过这个糖人的方式，给他们送上一份甜蜜的新年礼物啊？我就记得爱沙尼亚有一个动画片里有一个女孩特别火，叫落地女孩。那刘师傅，您知道落地女孩吗？刘师傅听说过，听说过。对，那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落地女孩？要不这样吧，我跟大家画一个吧。啊，画
画一个。您除了会吹糖人，您还会画糖画啊？对对对，这是2门手艺啊！是关于糖啊，这个好像是吹糖人儿、画糖画，还有一个是塑糖，是吧？对对糖塑，对您是不是也会？对，哇，3项全能啊！您这个对，得嘞技艺傍身啊！那您给我们来展示一下，行哎，用这个画糖人儿的方式，给我们画一个可爱的来自爱沙尼亚的萝莉女孩儿，也送给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欢乐春节线上特别文艺节目当中来相聚的各位观众啊。这么快，这糖就硬了。对因为它硬得快，所以他们这个下手一定要准。对，哦。哟，太棒了！觉得小这个动感，对小姑娘肯定会特别喜欢的。不知道的以为落地女孩是用糖画画出来的。对，这个落地女孩其实是一个小狗。你看这小狗还长发飘飘，穿个小裙子。哎呦，做好了！对，而且它是用那个麦芽糖熬制的。大家此刻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传承人刘彬彬师傅在现场是除了吹糖人之外，还用画糖画的方式为我们画了来自爱沙尼亚的萝莉女孩儿。哦，然后我们要给它粘上。哎呦！给大家看一下，爱沙尼亚一个动画片的形象，落地女孩就这样做好了。太好了，快快，你姐，看神不神奇？太神奇了！哎呀，您赶紧，谢谢刘师傅，不客气。我们就借着刘师傅刚刚做好的落地女孩，我们祝大家新的一年生活美满，甜甜蜜蜜。世界绚丽多彩，文化多元，相惜相知。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为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2020年，作曲家刘浩就创作了巴扬与弦乐重奏的作品《世纪风行》。这个作品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风行乐坛。《世纪风行》是一首融合作品，它的音乐语言具有传统文化特征和民族文化特点。它既有传统文化的古典与雅致，又有世界文化的时尚与流行，是一种开放又极具自成一体特色的音乐风格。
文化在融合中发展，在融合中创新。新编历史京剧《大唐贵妃》，它是大型交响京剧，它歌舞并重，既有创新的旋律，又有梅派的神韵和精髓。它的主题曲《金歌·梨花颂》内容直接呼应了《大唐贵妃》当中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主题，意境深远，回味悠长，感人肺腑，广为传唱。一提起中国，很多国外的朋友马上会想到两个字，就是武术。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武术就作为了特摄比赛项目呈现在了世界面前。接下来的武术表演叫做足舞成韵，它是武术和舞蹈的结合，既体现了武术的力量，也展现了舞蹈的美感。为大家介绍一下，带来这个节目的是成家班龙韵武艺团，是国际巨星成龙先生的功夫表演团。他们常年随国家艺术代表团出访海外，以中国功夫大使的身份在世界巡演。但我想，在冬奥会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在这里看这个武术节目《足舞成韵》，我们可以感受到舞者的精气神和冬奥健儿们拼搏精神的交相呼应。2月4日，北京冬奥会就要举行了，中国将为世界呈现一场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这是冬奥之约，也是世界之诺。科技、智慧、绿色、节俭的办赛理念将会贯穿本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始终，赛场内外处处亮点，中国元素融入其中。特殊的窗口会让全世界各地的观众在观赏到比赛的同时，体会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北京，在中国，冬奥的氛围浓郁热烈，万事俱备，东风已至，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北京欢迎您。Beijing.
北京冬奥会开幕的日子是我们农历的正月初4。俗话说啊，好事成双。那我们相信，在冬奥会，时尚的冰雪运动会与中国的新春民俗还有传统文化交织出别样的风情。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创造的歌曲《冰雪冬奥》，同样融合了冬奥主题和喜庆祥和的春节氛围。这首歌曲啊，节奏欢快，也充满了冰雪柔情和昂扬的激情，充分展现了中国冬季美丽的北国风光。艺术家们把这首歌曲改编成了民乐版，更具中国风。我们一起来欣赏。之约令人期待，新春佳节幸福洋溢。
所以咱们中国人在迎接新年的时候又叫过年。那过年的时候呢，免不了互相还要拜年。虽然咱们每年都会互相拜年哈，但有的时候这里面的一些门道啊、讲究啊，可能还真不一定弄得清楚。所以我们再一次有请江波老师给我们讲解讲解。左手抱住我们的右手，取其保佑之意，所以有保佑的意思，保佑您福禄寿三星高照。哦，真好，真那女生呢？女生呢，我们往往呢汉礼当中呢行的呢是万福礼。当我们的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放在我们腰间的同时，我们可以微微的屈膝，然后手上下摆动3下，这就是我们的万福礼。好嘞，大家学会了没有？那我们3个人也用最标准的姿势，我们给大家行礼拜年喽！拜年喽！拜年了！好，那在新春佳节啊即将到来之际，在这里呢，我们也给所有的朋友们，也对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送上我们的祝福。我们给大家拜年啦！祝大家虎年吉祥，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我们也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圆满成功。朋友们，我们明年再见。明年见 ！Happy Chinese New Year！